而家呢個黃昏時候，遊人仍然好多。这短期真牙是，你讲哇！前面呢個係佛香閣，因為歷史有關係，所以非常做得非常精巧。個石品係獅子嚟嘅。我去過啦。咁你有冇睇到啲獅子咧？有啊，有埋橋，但唔喺北京㗎。北京外圍啊嘛。咁你話喺北京？北京有區隻草牛添。都係啱㗎，北京區嚟喎，即係等於點啊？唔係話北京區嘛？原來呢個廟佛香閣係北京市中央管理中心、北京市頤和園管理處承辦呢個位。哎呀，冇事冇事。你個巴閉啦！哇，好靚，得啦，有拱橋，係啊，唔可以。有4層高嘅佛香閣邊隻牛啊？塔。你嘅左手邊啊？哦10點啊？等我攞個全景先。比較專業嘅係啊，我需要啊。全景啊，全景。隻手放落嚟，講下，係挺起條腰，放落嚟，係啦，上啦。呢個攤位係唔好幫指個邊個指個邊，係啦，哇！杭州市園林文物局、望住媽媽。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。打
嚇，不掂嘅，擺上 Facebook 先，你睇下，啱啱塞咗鼻窿。嗱呢度啊！點解你影得咁多嘢我特登㗎，我就係捕捉呢個鏡，就捕捉呢個鏡頭。哇！擺上 Facebook 啊呢哇！前面呢只係塘鵝。呢前面呢個係北京館，過嚟睇下。再稍微看一下一会儿。